嘅，佢捉住我嘅手，我咪唔要咯，我空咗呢度，空咗嗱，佢跌啦，我身體稍為移前一點點，我已經有啦。但係如果我又要自衞聽人嘅攻擊嘅咧，我稍為將呢度一鬆，呢度落快一啲，呢度往前快一啲嗱，佢整個身體咧應該就咁跌落去嘅，係嘛？明唔明啊？佢隻手，你隻手，那我不掉就會很不舒服的時候，手指頭。你隻手一用力咧，第一個點就喺呢度啦。因為佢呢個點咧，佢要 hold 死我嘛，因為成喺腰嗰度啦，甚至佢閘埋馬喺埋隻腳下邊，都係冇用。點解？我呢度冇嘢啊嘛，因為佢等於罰企一樣，自己攞住自己，忽然間一群唔好話一隻烏蠅落嚟，你一死啊！當我係烏蠅係冇所謂啊，一鬆啊，我揈一隻手啫嘛。但係我個動作之前咧，我呢度咁樣，我係咁樣咁去咗啊，好似太空漫步咁啊！太空漫步，明唔明啊？你說剛剛那個聽不懂，剛什麼？好似太空人，太空人。太空人不是這樣跳。太仙在月亮走路上沒有重心，沒有重量的。但係咩有重心就有重心啊嘛。沒有重心才有重心，你有重心我能摸得到的話，你就沒有。好簡單，空而不空，隨便啦。嗱，我好似一個，即係嗱，我係好似一個即係冇思想嘅人咁啊嗱。嗱，搖搖擺擺喎，最難攞就搖搖擺擺嘅嘢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嗱，嚇，嗱，請，明唔明啊？咁到佢嘅目的，到佢 lost balance 嗰陣時，我好似空氣，佢就要推佢出去啦嘛，好似攝啊出嚟。那是到我最不平衡嘅時候。最唔平衡嗰陣時，我就要佢。佢有平衡，我攞佢咧，我就唔平衡就比較難。就唔係太極拳，我同佢鬥嘅。所以就不用，我唔鬥你，因為我哋啲老人家要自衞。要自衞噶嘛，好身體健康自衞足夠噶啦。身體健康自衞。打擂台嗰啲唔啱我哋噶啦，已經。OK。